你有冇試過咧？面上仲帶住笑容，但係心入邊咧其實已經充滿怒火。喺《鋼之煉金術師》入邊，代表住憤怒嘅大總統，表面上咧係一國之君，講嘢咧有禮有節，但一出刀咧就係屠殺，冇廢話，冇遲疑，直指要害。表面係理性同埋效率，但係其實咧係佢將長年壓住嘅怒氣磨成一把利刀，斬向任何擋怒嘅人。佛家講貪嗔癡三毒入邊咧，嗔就係憤怒嗰一團火，一旦點着眼前咧，就只係剩低仇恨同埋輸贏嘅啫。喺現實入邊咧，當我哋嬲起嚟咧，都好似咁嘅，出口句句刀鋒，專揀最傷人嗰幾句，或者你索性收聲，黑面用冷戰嚟懲罰對方。去到夜晚，人瞓低咗，但係個心同個腦咧仲喺度交戰，不斷重播咧交火時嘅畫面，怒火就係咁樣一步步燒盡你原本嘅忍耐同埋善念。下次你覺得憤怒嗰陣，問下自己，你打算點樣用呢一團火？係任由佢燒盡一切，定係起火嗰陣慢慢收刀？真正嘅力量有時唔係你拍台拍得有幾響，而係你明明可以一刀斬落去，但你最後選擇放過對方，亦都放過自己。